大家好，我係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嘅5B 班黃海千。根據資料，細菌同埋病毒會成次衝刺嘅時候，氣流衝去到6尺以外，所以衝刺嘅時候，我哋要蓋上廁蓋先可以防止細菌同埋病毒散播。我出去廁所嘅時候，廁板成日都好污糟，打開咗廁蓋之後要清潔多一次雙手先可以保持衛生，好費時費力。所以我參考咗腳踏垃圾桶嘅槓桿原理，製作一個用腳踏開關嘅廁板嘅坐廁。槓桿係一個簡單嘅機械，利用槓桿，有啲可以慳生力，有一啲唔可以生力，但係都可以為工作帶嚟方便。所有嘅槓桿都有支點，即係支撐槓桿嘅位置；重點，即係負荷嘅位置；力點，即係用力嘅位置。呢一個係我坐廁嘅設計圖，我用紙杯做坐廁，雪條棍前端嘅係腳踏，係施力嘅位置，即係力點。雪條棍同埋紙杯嘅交接位係支點，重點就係雪條棍嘅後端。就好似搖搖板嘅運作咁，當雪條棍一端嘅施力下降，另一端就會上升，推開廁板。關於關廁板嘅都係運作相同嘅槓桿原理。坐廁仲有鐵線，搭下嗰條鐵線一端，另一端就會升起，將廁板關上。施力嘅位置係力點，釘書機將鐵線固定喺紙杯上嘅係支點，鐵線嘅另一端係重點。多謝各位。